呢件藍白色嘅水手服到底點解成為咗日本校服呢？因為地震。話說以前嘅日本學生妹返學都係着住傳統嘅和服或者哈加馬，即係日式嘅裙褲，又真係幾靚嘅。不過上體育堂咧就極之唔方便啦，所以福岡女學院嘅校長就決定仿效由英女王個仔所帶起嘅歐美時尚潮流，水手服作為佢哋嘅校服啦。當時係1921年，點知2年後嘅一個中午，突然發生嘅8.1級關東大地震，令到超過10萬5千人死亡，而好多女仔當時連跑都跑唔喐啦。所以經歷咗呢場天災之後，呢件睇得又跑得嘅水手服先真正開始遍佈日本學校啦。不過就喺1985年嘅時候，日本傳奇嘅少女偶像團體小貓俱樂部嘅一首《唔好隨人哋嘅水手服》啦，令到呢件清清純純嘅校服多咗少少鹹鹹濕濕嘅味道。我要初戀啦，初戀啦！直到7年後，終於誕生咗愛與正義嘅化身美少女戰士，而 Sailor Moon 嘅一句我要替月行動，警惡懲奸啊，令到水手服再次散發出一股正氣嘅味道。但係到咗近年，日本嘅好多學校為咗消除性別歧視，セーラー服が着たくないっていうあれがいろいろ混ざって気持ち悪くなって履いたみたい。已經開始將水手校服逐步替換成更加中性化嘅西裝校服啦。不過講到校服，又點能夠唔提下適合男女老幼，甚至被英國 V&A 博物館永久收藏，2002年開始全市統一嘅深圳校服。但係佢亦憑着不斷加細收腰又窄腳嘅造型，反而令到部分學生產生咗身材焦慮。校服可以統一，但係統一唔到青春期嘅複雜心理啊！咁你又中唔中意你嗰件曾經陪住你跑過操場、上過考場、黃黃地有一啲酸臭味嘅青春校服呢？